一隻由香港設計師設計嘅公仔，拍賣價衝到108萬。PopMath 股價半年暴漲超過200%，由年頭90蚊升到最高嘅接近340蚊。但你有冇諗過潮流同永恆點解會係死敵？你以為 Labubu 會一直紅落去？其實背後隱藏住潮流嘅殘酷定律。今集一齊嚟聽下喺瞬息萬變嘅時代，揾到下一個 Labubu。Hello， 我係 AY。大家近排都行過大型商場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相信都見到好多人掛住 Labubu 嘅產品。而 Labubu 嘅設計師龍家星先生曾經講過，當初只係想用公仔吸引大家睇佢嘅繪本，點知而家 PopMath 市值已經衝上港幣超過4000億，仲勁過新鴻基地產或者係招商銀行。最癲係國內嘅平安銀行聯成 Labubu 推出定期存款，結果俾監管機構急急叫停。最近泡泡瑪特創辦人黃玲喺最近嘅業績會上表示，Labubu 已經成為世界級嘅 IP， 預期今年感覺好輕鬆，收入將會達到300億元人民幣。又預告將會發布迷你版嘅 Labubu， 可以讓大家掛喺手機上面。究竟設計師嘅初心同商業嘅現實，兩者能唔能夠並存呢？事實上 Labubu 爆紅唔係偶然，我整合咗3把火解釋點解會係咁。第一把火 Lisa 效應，我相信呢一點唔能夠唔講。當 Blackpink Lisa 大約半年幾前喺 IG 上面 upload 咗一個 post 攬住 Labubu， 全城瘋狂轉發。如果有留意近排嘅新聞，南韓嘅 fans 爭住門市排隊搶購，瘋狂嘅程度係要出動當地嘅警察維持秩序。唔單止係咁， Lisa 仲曾經邀請 Blackpink 隊友 Rose 喺直播一齊開箱 Labubu 嘅盲盒，直接展示咗佢真係 Labubu 嘅忠實 fans， 同埋拆盲盒嗰種喜悅俾觀眾睇。去到呢度，想請教一下大家，究竟 PopMath 其實有冇揾 Lisa 賣廣告？麻煩大家留言話俾我知。第二把火，商業魔法。PopMath 全球狂開650間鋪，分店遍佈全球22個國家及地區。喺上年2024年公佈嘅業績，收入按年增加107%，總收入達到130億人民幣，並且將開盲盒心跳咁包裝成為社交貨幣，喺網絡上面瘋傳。有網民話開盲盒好治癒，又或者享受嗰種心跳加速嘅刺激感。而呢啲我就唔特別補充啦，相信喺各大平台大家都會見到一啲相關嘅影片。第三把火，本地情感綁定。以前啲 figure 通常都係歐美或者日本為主，而 Labubu 係由一位香港人設計，確實會令好多香港人好 proud of 呢件事。而家終於有香港人設計嘅爆款。呢隻公仔代表我哋香港人，打正名堂係自己人啦，真係冇咩理由唔支持嘅。當然有人會話藝術唔應該咁商業化，又或者 Labubu 只係短期炒風，好似 Supreme 咁。其實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睇法，網上新聞都有話 Labubu 可能只係短期社交貨幣，好似2017年 Supreme 咁，當時係潮流嘅指標，而家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最令我難忘係 Supreme 聯成 LV 嘅產品，當時差唔多係潮人必備，所以炒價
亦都好誇張。商業化係好係壞，我覺得冇標準答案。但有一件事係睇得到嘅，Labubu確實打破咗藝術家賺唔到錢嘅固有思想，證明藝術冇大家想象中咁遙不可及。只要揾到引爆點，喺一個適合嘅平台上面發揮，任何嘢都有機會成為潮流。從社會行為學角度，點解有啲嘢會爆紅，有啲嘢會好快冷卻呢？嚟緊我用3層解碼公式同大家拆解。第一層，社群意見領袖帶動，亦即係我哋經常講嘅 KOL 啦。fans 或者關注呢件事嘅大眾，會自發咁透過唔同嘅平台或者形式去傳播或者分享呢件事。而 Lisa 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一個 post 引發全球 Labubu 嘅狂潮，間接就係 show 到俾大家睇影響力階層向追隨者階層嘅權力傳遞，令到社群網絡將有共鳴嘅內容不斷去放大傳遞，形成咗一個 trend。第二層，情感開盲盒就好似現代版祈福儀式，喺不確定嘅環境當中揾驚喜。如果你平時生活好苦悶，每日都係做重複性嘅嘢，咁呢樣嘢就啱晒你啦。喺某個角度去睇，潮流反映咗群眾深層嘅情感需求。雖然我唔夠膽講所有爆款都係咁，但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係中咗社會某個情感嘅缺口。第三層，資本 PopMath 建立咗沉浸式嘅消費場景，從單一 IP 到 crossover 唔同類型嘅產品，而呢一層係最關鍵。冇咗資本嘅支撐，再紅嘅產品都係短命。以 Labubu 為例，由 Lisa upload 抱住 Labubu 嘅相開始，慢慢喺社群嘅層面產生咗好大嘅影響。大眾都會開始注意呢個產品，而剛好 fans 對呢個產品嘅感覺都唔錯，就會衍生到 fans 搶購或者二次創作。去到最後，當然母公司 PopMath 全球開唔同嘅分店，再加上各地嘅炒風，令到資本層繼續發酵，變成咗今日 Labubu 嘅現象。另一方面再睇，我所講嘅資本未必真係 cash， 特別係而家呢個時代，資本本身其實係可以千變萬化，甚至乎某權威人士嘅一句説話都可以成為一個好重要嘅資本。雖然我本人唔係 Labubu 嘅 fans， 但我身邊有唔少朋友都中意呢個產品。根據過往嘅經驗，基本上 Labubu 終有一日都會唔興嘅，會俾後浪取代。而呢個後浪會幾時到呢？究竟有幾大呢？我整合咗3個浪俾大家參考。第一個浪，冇永遠嘅頂流。Supreme 都證明咗潮流壽命平均大概只有3至5年啦。時代嘅巨輪唔會為任何 IP 停低。第二個浪，各界嘅參與度。藝術表達、社群嘅參與、商業嘅變現。一般嚟講，每個爆款或者 trend 都需要呢3個支柱。如果要長期保持住呢3件事喺一個高參與度，其實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就算你再中意嘅產品，終有一日你都會覺得沉悶。第3個浪就係聽緊節目嘅你。其實喺現今呢個社會，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一個 trend。呢一點正正係我做呢個 video 嘅主要原因。
潮流呢樣嘢係不斷刷新、不斷咁演變，而呢個就係俾大眾嘅一個機會，可以嘗試新嘅嘢，成為下一個浪。最後總結返今集學到嘅嘢。第一，社群放大，一班人一齊做嘢，喺社會嘅影響力自然大。Lisa 一個 post 引發全球嘅狂潮，就係最好嘅例子。第二，情緒驅動，所有爆款都源於人類深層情感嘅需求，未必同產品本身有直接嘅關係。喺某個角度去睇，有啲朋友買嘅未必真係 Labubu 本身，而係其他外在嘅嘢，可能係身邊人嘅關注，或者純粹追求潮流。第三，資本延續，冇商業嘅支撐，再好嘅創意都會消失。但過度商業化又會可能蓋過產品嘅初心，所以做到平衡係真係非常之重要。之前講咗3樣嘢：情感需求、社群嘅影響同埋資本嘅運作。如果3層都中，就可能係下一個爆款。記住，如果冇第3層嘅支撐，再紅都只係一時嘅熱話。最後俾大家一個寄語：社會係尊重個人喜好，但千祈唔好盲目去追隨，唔好低估自己嘅影響力。可能下一個 Labubu 就係鏡頭前面嘅你。你覺得下一個爆款會係乜嘢？又或者你認為邊個會係下一個 Lisa？ 下低留言話我知你嘅預測。我哋下一封信再見，拜拜。